所以其實免疫系統咧，佢嘅範疇咧係覆蓋住我哋全身好多唔同嘅器官，好多唔同嘅組織，所以佢係可以任意咁樣去攻擊任何一個地方嘅。即係其實咧，自身免疫系統咧係可以攻擊我哋身體任何一個部分嘅，可以攻擊頭皮啊、眼簾啦、我哋嘅手指嘅關節啦、我哋嘅皮膚啦，佢亦都可以攻擊我哋嘅唔同嘅器官啦，心肝脾肺腎都可以攻擊啦，亦都可以攻擊一啲唔同嘅管道嘅問題啦，包括我哋嘅尿管啦，我哋嘅一啲腺體啦、胰臟腺啦、甲狀腺啦、腎上腺啦，所以其實免疫系統咧，佢嘅範疇咧係覆蓋住我哋全身好多唔同嘅器官，好多唔同嘅組織，所以佢係可以任意咁樣去攻擊任何一個地方嘅，包括我哋常聽到嘅哮喘啦、鼻敏感啦、鬼剃頭啦，又或者咧全身突然間出現一啲瘀斑啦、瘀青啦，其實呢啲都有機會咧係一個嘅自身免疫系統嘅病嚟嘅。